看到这一大鼎的油炸锅，师傅正一块一块将高宝鱼浆放入去油炸锅。师傅一边将高宝鱼酥来裹粉，一边放油鼎，一点仔拢唔惊去予油烫到。原来这是传承超过1家子的南区原里知名的高宝鱼酥的好滋味。这样一鼎开好几斤啊？哦，那10多斤呢。位伫南区原里路的火城面店，对民国49年创立的时，当初并无店面，只靠着第一代大火城光大来贩卖。到现在传到第2代，甚至第3代少年辈嘛渐渐来接棒。期间当着疫情，将店面来翻修，加上2档前因为高宝鱼货欠缺，曾经停卖高宝鱼酥。火城面店的特色来讲，阮是拢手工料，阮主体就是即个高宝鱼酥，即个高宝鱼酥当然是伫疫情的时阵，拄海洋生态问题拄停产，停产差不多伫个冬外，阮迄阵拄无迄个高宝鱼酥，拄疫情过了加着我伫遮起即间旧店，搁倒腾翻修。搁倒腾起的时阵，迄阵起好，有先暂时伫明兴路生意做一间店面，先落去做。即摆做完了，就搬过来即边，加着鱼量有所以讲即站大家要食高宝鱼酥会过来火城面店食。迄伫甲今年初搬转来老店，6月重新找着鱼货，才互高宝鱼酥重新来上市。而且人客嘛渐渐来回流，不管是老顾客，或者是远路的游客，甚至过路民众，拢特别来品尝。这物件是咧食粗饱的啦。这是咱咧配大料啊。大料我看你头家己加好烧，加几好吃呢。咱咧较有滋味啊，安尼滋味才会走会出来。用我面。伊就伊的高宝酥嘛，猪仔姜猪仔葱仔猪，这个口味就都无共啊。以前一站的鱼啊无货捌经过一站的时阵，足想要食这鱼酥嘞。好，迄阵大家都咧种。迄阵都欠货啊。看网路过来的，蛮火红的一家店啊。它又是高宝鱼啊，我甲。做传统的物件，所以我今仔来朝圣一下，买回家跟家人享用一下，觉得还不错啦。对啊，因为这种传统的东西已经快失传了，所以值得来品尝啊。所以我今天就特地跑过来买回家吃吃看。看到这一大鼎的油炸锅，一间会用来煮10斤的高宝鱼酥，加上第2代的头家。亲自煮的汤头，加着牵羹，一工至少爱煮几啊鼎，加上店内特色手工料，大肠鱼浆、沙白鱼皮、鱼丸加高宝鱼酥顶，料好实在。唔定前总统蔡英文，加着现任的总统赖清德，伫咧市场的任内，嘛拢亲自到店来品尝，因此火城面嘛有总统面的称号。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。